三公主这是要去找楚楚，还请三公主不要为难小人。二郡主有命令说，不能让三公主离开府门半步。我就离开！你住手！芊芊，你太任性了，自小我们什么都依着你，才把你惯成如今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二姐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来不及了，你赶紧带你手下人去把矿场那100多个人给救出来，晚了可就来不及了。这可是100多条人命，别人可以漠不关心，但你不行，你是女郡主，这是你刷名望的好机会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着那些矿工？只要炸了福脉，就可以把人全部救出来了。炸福脉？你是想让我落得跟你一样的下场吗？被母亲废除，失去郡主身份，被万民痛骂，请愿祭天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我偷龙骨那是为了一己私欲，你不一样啊！炸掉福脉虽然会引得母亲一时发怒，但是你救黎民百姓，赢得的是民心，民心当然比母亲的喜怒更加重要呀。对你而言，民心当然更重要，那是因为你深得母亲宠爱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在外与人搏命，危在旦夕的时候，母亲却守在你的床前，对我不闻不问。刚刚，母亲终于对我笑了。你知道为何？却是因为我请庙带兵护着你，在母亲的眼里，她只有你，但你却一再做出让她进退两难的事。二姐，你可曾想过，如果当初动龙骨的人是我现在或许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二姐，你动龙骨那是顺应天命，我动龙骨只是为了保。我只将你看管妥当，不被母亲责骂便好。二姐，你是将来要继任城主的人，你怎么可以为了逃避母亲的责骂就放弃100多条生命呢？郡主的名声真的比100多条生命还重要吗？我不可能为了他们毁掉福脉。至于那些矿工，为花园城牺牲，也算是他们作为花园子民的福分了。芊芊，希望经此一事，以后你也能多为别人着想，安分守己一点吧。如果当初你没有动龙骨，说不定母亲今天就会下令动一动福脉，救下那些人。带他回房间。可我如果安分守己，也许早死了几百回了。芊芊，你向楚楚求助无果，不如再想想别人。别人？现在谁还能帮我啊？不如试着依靠一下男人。男人？难道去找裴恒？三公主，三公主，听说你身体不适，哪里不舒服？怎么不请大郡主为你诊治？没有，我没生病，我是骗你的。我今天请你来是有事儿相求，我想出府。既然你不愿待在这里，我便带你出去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。求裴恒都不求我。裴恒他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麾下也没有一兵一卒，他能干成什么样？少君，您不是说只要能解三公主的困境，福脉谁炸不都一样吗？谁炸都一样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，这福脉如何炸的？哼！
嗯。